过年要到元宵节算结束，其中传统咸水风炮的重头戏原本规划2月14、15举办，但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得不求水。除了依照中央的指示无办示警以外，目前嘛只有15号元宵当天定点放风炮。其中有一条上午伫新春团拜接受访问表示，包括人数的管控，拢会甲灭风讨论。目前为止，大型活动没有更改的计划，但是有缩小的计划。也就是说，像元宵节的盐水风炮，原先有绕境，但是因为内政部已经公告了，不许可绕境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绕境，改为定点释放。但是人潮，我们希望说还是要进行一些人流的管制。那至于要做总量的管制，限量多少，我们还要跟庙方来讨论，因为定点释放，那就人潮就不会流动。那这个部分还算是比较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倾向做一些总量管制。至于总量管制多少，我们会在容后跟各位报告。面对疫情，台南大型活动也包括3月国际蓝灯，市长表示，因为是半开放空间，目前为止无改变的计划。当然，如果疫情控制落来，就照常举办；一旦疫情加重，就随时检讨甲调整规模。但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。